大家好，歡迎收睇私家消息。2025年9月22日，英國改革黨 Reform UK 黨魁內傑爾法拉奇 Nigel Farage 宣布咗激進嘅移民政策大綱，其核心主張係徹底廢除永久居留權 ILR。呢一個係目前多數移民，包括 BNO 簽證持有人喺英國居住5年之後取得定居身份嘅重要途徑。然而喺數日後嘅訪問中，法拉奇迅速改變講法，表示 BNO 簽證同埋烏克蘭難民嘅現有定居路徑好可能被視為特殊例外，得以維持。本集就為大家講解事件對 BNO 簽證持有人嘅意義。請你講下發生咗咩事？根據該提案，所有合法移民未來將唔再能夠取得 ILR， 而係必須申請可續期嘅5年工作簽證，並遵守更嚴格嘅薪資同英語能力門檻。此外，申請英國公民身份嘅等待期將從現行嘅6年，即5+1延長到7年。這新移民喺入籍之前將被嚴格限制領取公共福利。法拉奇稱此舉能夠喺數十年內為英國節省數千億英鎊。呢項政策最初對 BNO 簽證港人同烏克蘭難民造成巨大衝擊。法拉奇喺9月22日嘅記者會上明確表示，未來數年內合資格取得 ILR 嘅數十萬人將冇一個人可以攞到永居，包括香港移民與烏克蘭人。然而喺數日之後嘅訪問之中，法拉奇迅速改變說法，表示取消 ILR 嘅政策將唔會影響 BNO 港人同烏克蘭難民。佢讚揚佢哋係真正嘅難民，通常不依賴社會福利，並且強調呢兩個群體係基於唔同原因嚟英國。因此，雖然政策方向極為強硬，但目前睇嚟BNO 簽證同烏克蘭難民嘅現有定居路徑好可能被視為特殊例外，得以維持。法拉奇最新言論證明 BNO 簽證5+1係跨黨派嘅共識。法拉奇確認 BNO 簽證應該維持現狀，此舉並非直接影響工黨政府嘅決策，但佢極大強化咗政治上對維持 BNO 5+1路徑嘅共識同壓力。工黨政府此前已經提出移民改革，建議將普遍永久居留 ILR 門檻從5年延長到10年，即10+1。工黨雖未明確宣布 BNO 簽證係咪會被豁免於此新規定，但 BNO 政策源於英國對香港嘅特殊歷史承諾，被視為國家信譽嘅體現。連極右嘅改革黨最終都將 BNO 港人列為例外，正反映出呢項承諾嘅特殊地位。更改5+1條件將會帶嚟極高嘅政治成本，並招致搬龍門嘅嚴厲批評。因此，雖然最終決定權喺工黨，但鑑於 BNO 政策嘅敏感性同跨黨派嘅壓力，工黨極有可能會確認 BNO 簽證持有人將會被豁免，維持現行嘅5+1永居路徑不變。工黨政府預計喺今年稍後公布最終嘅實施細節，屆時此問題將會塵埃落定。英國改革黨移民政策記者會嘅政治意圖。法拉奇同英國改革黨最新嘅移民政策記者會，其本質係一場政治宣傳戰，旨在最大化地吸引媒體關注，而非提出一套具體可行嘅執政方案。一時機與動機，呢次宣布恰逢工黨政府剛拋出移民白皮書，提出永居門檻可能延長到10年，以及社會上對移民議題情緒高漲之際，改革黨此舉係典型嘅政治機會主義。佢哋利用工黨引發嘅爭議，拋出更為極端且具衝擊性嘅廢除永久居留權 ILR 主張，成功將移民辯論推向右翼，並搶佔咗各方媒體嘅頭條。二、標題式政策嘅特性，廢除 ILR 嘅主張明顯缺乏法律同人道考量。法拉奇喺宣布之後，立即將 BNO 港人同烏克蘭難民列為例外。呢個迅速暴露咗該政策嘅標題黨性質，其核心功能係製造震撼與動員選民，鞏固自身喺政治光譜中激進反移民嘅定位。
而非為國家提供可執行嘅長遠策略。3、影響同目標。總體而言，呢場記者會係一次成功嘅政治表演。佢嘅主要目標在於利用當前嘅社會焦慮，定義移民辯論嘅邊界，並對主流政黨施加壓力，迫使佢哋喺移民政策上採取更強硬嘅措辭，從而鞏固改革黨嘅選民基礎。政綱非立法，改革右翼嘅試水溫。喺2029年大選之前，所有非執政黨，包括改革黨同保守黨拋出嘅政綱，確實都屬於影子政治 （shadow politics） 嘅範疇，無法立即執行。呢啲政策嘅目標並非短期立法，而係服務於以下3大戰略目的：一、策略性、試水溫同公關。政黨會藉由提出如廢除永居等極端且具爭議性嘅政策，作為一種試水溫嘅手段，目的係觀察媒體焦點，吸引大眾目光，並收集選民喺特定議題上嘅真實情緒同反應，以便喺未來編寫最終版政綱嘅時候，能納入最能煽動支持者嘅主張。2、重新定義右翼光譜。對改革黨而言，激進政策嘅目的係劃清同保守黨嘅界線，避免選票被模糊立場嘅保守黨吸走。呢種強硬嘅表態，理其能有效吸引對現狀不滿嘅右翼選民，並對保守黨構成致命嘅意識形態壓力，迫使其喺移民或者脫歐等嘅議題上跟隨改革黨嘅敘事。3、累積未來談判籌碼。改革黨深知單獨執政機會極低，因此佢哋而家宣揚嘅每項激進政綱都係喺助為未來擔任造王者累積籌碼。如果2029年出現懸峙國會，呢啲主張將成為佢哋同保守黨談判組成聯合政府嘅先決條件，確保其核心訴求能夠被納入施政藍圖。總結嚟講，現階段嘅政策戰係關於敘事主導權同影響力最大化嘅長期投資，而非實際施政嘅承諾。請你總結下今集嘅內容。改革黨嘅廢除永居係極端政治宣傳，核心為動員選民，並非短期立法。法拉奇對 BNO 嘅豁免，凸顯該簽證嘅特殊政治地位，強化咗5+1跨黨派共識，保障咗港人嘅定居路徑。如果大家對今集有乜嘢意見，歡迎喺留言區討論。我哋下次見啦，拜拜。